認知決定財富嘅上限。你有冇發現有啲人日日努力做嘢，但係無論點搏，收入都冇乜改變；又有啲人睇落好似好輕鬆，但賺錢就好似好順利嘅。點解會咁？其實關鍵唔係勤力，唔係運氣，而係一樣你睇唔到，但影響一生嘅嘢，就係你嘅認知。你聽過呢句說話未？人呢係永遠賺唔到認知以外嘅金錢，人呢都會係守唔到認知以外嘅金錢。即係話你點都唔會長期擁有超過你理解範圍以外嘅財富。你個腦諗唔到，睇唔穿，識唔明，咁啲錢呢，就算到手都會喺你手指縫度流走啦。好多人呢中咗六合彩、炒幣，贏咗一筆，但係最後呢都一鋪清袋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嘅認知支撐唔到咁多錢。賺錢靠眼光、靠選擇、靠風險意識，唔係靠運氣。運氣帶俾你嘅，最終會用實力還返出去。咁問題嚟啦，點樣可以提升自己嘅認知？第一，閱讀同埋學習，唔好停留喺你原本熟悉嗰啲知識圈，主動去學理財、商業、心理、科技等等，擴闊你嘅眼界。第二，接觸識得諗嘢嘅人，同高認知嘅人做朋友，你會發現自己嘅諗法都開始唔同。第三呢，每日反思，問下自己，我今日學到咩？我做咗啲咩選擇？我錯過咗咩機會？記住，你嘅認知有幾高，就決定呢，你可以望幾遠，守幾耐，賺幾多。唔好再問點解你賺唔到錢，試下問自己，你有冇為自己嘅認知升級？如果你覺得呢段說話幫到你，記得 like、訂閱我嘅頻道。之後呢，我會分享更多實用又貼地嘅內容俾你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